体实相，一知一知。开始。从次，自次。是机器的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做起日，咱来有了敬拜咱主咱上帝，来分入我心，来分入我心，亲爱圣神分入我心，伫主的脚前献就我心志，亲爱圣神分入我心，做来。来分入我心，来分入我心，亲爱圣神分入我心，伫主的脚前献就我心志，亲爱圣神分入我心，来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亲爱圣神掌管我心，你主的爱面，我的爱哟。亲爱圣神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亲爱圣神掌管我心。你主的爱面，我所的爱哟，亲爱圣神掌管我心。咱用感恩甲用做祈祷做的话，安尼做伙来宣告讲：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管护的地。对年头甲年尾，了我以上帝的目睭常常看伊。恁若留心听看我的改变，就是我今日所命令恁的，请了我恁的上帝认真虔诚服侍伊，就我要照神道理的地所响应的雨。就是前的福，后的福，互你修成你的言语，你的手，你的油，也互你的田野花草，就你的精神，你也要得到保佑。恁用家己之前，免伫恁的心受累，你甲恁怀带去服侍来上帝来敬拜伊。
咱要开声来感谢上帝，对年头甲年尾吼，全世界咧着济啦，吼，咱感谢上帝保护看顾，吼，可能今仔日英国有一台吼，82个要入来，吼，有变种的这个吼，这个病菌，咱求上帝来帮助，互咱的防疫吼，这防疫的这个措施，这个政策，拢会当真落实，保护咱安全。咱感谢过去上帝安怎保守，伫新的一年，咱献上感谢，恳求咱开声来祈祷。阮感谢老你，感谢你的圣名，伫遮来充满伫阮地面洲。过去年头甲年尾，你安怎保护看顾阮，免受遮个灾厄，免受遮个疫情的遮个颠簸。阮搁一遍恳求你来帮助，互遐看会到的、看袂到的，讲会危险拢离开阮。面对新的一年，阮只有恳求你的同在，赐福甲因带，互阮会通伫你应允的内底领受你恩典，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为着国家，为着城市来祈祷，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要我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一寸一日，要我要保守你，对日时直到永远。咱要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啊！吼，最近因为即个离岸吼来珠咱看有真侪遮个冲突，真侪遮个政策要安怎伫遮有好个一个选择甲执行吼。咱恳求上帝帮助，互迄个看会到的、看袂到的危险拢离开咱。也帮助，互咱的执政长官会知影讲，主权是在上帝吼，敬畏上帝，才袂伫遮吼做忧愁烦恼吼。咱为着调野会当有和睦，搁有吼咱为着对岸吼常常伫威胁咱吼，一感觉迄个飞机安尼伫遐飞来飞去吼，你甲伊恐吓吼，咱为祝福啦吼，捆绑遐个歹个念头离开遮个执政的人。咱开声来祈祷。虽然说你是台湾的主，你伫台湾的中间来掌管税务，愿主你来帮助，互阮会当伫遮恳求你伫即个土地来掌管，也互阮伫即个过程中间，为着执政长官来做来祈祷，互因知影主权对你来，迄个权柄是你所赏赐的，愿常常敬畏你，特别忧苦那今天，如其阮看会到、看袂到遮个危险。让阮会通平安过日，因为阮做伙为着即块土地、遮个百姓来祈祷祝福的时阵，阮才会通面对你所赏赐的平安。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也要为着咱的需要，咱的心灵的遮个需要来祈祷，咱做来读上帝的话来。有人看病无，伊着叫教会长老，伫主的名着由我以来祈祷。有神的祈祷，要救我命的人，主要互伊起来，
你若有罪，要赦免你。咱为着即几方面心灵咱的工作产业，咱囡仔的课业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伫即个过程中，咱若有需要代祷的，你会当原地徛起来每一遍你若诚心对上帝恳求，上帝就奇妙作为充满伫你的心中。即个时阵，你若有需要，你会通伫遮来徛起来，也是这个咱会通伫遮做伙来祈祷来感谢，咱开声来祈祷。主耶稣，你来就是要互人得到活命，得到丰丰富富。主啊，你讲既然都好，当大会通受困你，你就要互阮得到安息。主啊，阮兄弟姊妹身躯面疼、心神软弱时，来求叫你，恳求你是阮所听的祈祷，也应阮的医治、供应、赐福，因带因继续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祈祷感谢，靠耶稣圣名，阿门。咱最后要为着主的礼拜来守望，主的话安尼讲：恁着三对认做三体祈祷，通得着医好。伊人的祈祷，伊的力量有大功效。伊伫遐是甲咱同情的人，伊切切求无得到福，就无落雨。伊第二得过3年过6月日，伊搁祈祷，天就落雨。地就出土产，咱要直接来代祷你有法代祷，同心的祈祷会费力足大为着有使团队中一团队，逐样的遮个服侍一年要过今年上尾一个主日，过来新的一年，咱有新的计划、新的预算要怎伫遮来服侍，咱求上帝来祝福，也伫咱拜四有跨年祷告会我讲外口足寒，来教会祈祷会较袂遐寒所以过来就是外口若空旷的较开阔的所在，听讲要甲0度啦毋知啥物所在不过来到遮做伙来跨年祷告会搁较温暖，互咱经历上帝面对新的一年，伊为咱安排教育稳定。咱年底要结束，搁有各事工各事工部的报告计划，拢会通伫遮来顺序。咱为着地教区副长组长咱伫遮来祝福，透过小组会通彼此伫遮来服侍激励咱做伙起立，咱伫遮咱做伙来来代祷来祝福咱的牧区，咱的教会开声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落你。伊过去一年久，你保守阮、看顾阮，互阮得到主你的祝福。主啊，你也要使用阮成做你所的管道。当阮成做一个代祷守望的人时，伫即个黑暗的世代，阮会通为着阮身边阮的兄弟姊妹、阮了集体来祈祷来祝福。阮就要看见同心的祈祷，你要直接来应允。也看见伫新的一年，我们看见主上帝当阮尊谈主你的话时，你的祝福就要临到伫阮的中间。阮也要同心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祈祷讲。阮的天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亲像伫天。阮的日时，你
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元灵、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题若是耶和华所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无；城墙若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听人信心，愿欢迎你。
照你的心意来塑造阮，互阮会通搁较亲像你。主啊，伫即个世代，侪侪变化，侪侪引诱，侪侪会互阮的耳目受影响。求你帮助阮，互阮会通自信伫主耶稣你的成就，因为你的意念悬过阮的意念。 你的道路悬过阮的道路，阮需要你的引带，需要你的心意，当做阮的心思意念的念头。互阮有上主上帝的想法、情感，把阮所决定的，拢会通互上帝欢喜。求你伫礼拜中间设立你的宝座。 求你伫阮读主的话中间，对阮来显明你奇妙的问题。求你的圣神来开阮的心窍，阮就通看见你律法中的奥妙。想使阮有够野信心，大大开嘴，你就大大充满。阮伫敬拜中间感受你的疼，甲你的保护。愿主所愿听阮的祈祷，恳求。 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这是咱在吟圣诗和上帝，圣诗第9首，咱吟单首请起立。万物三更尊君华语。 Hallelujah, hallelujah,
听来上帝伊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也是阮性命的监管者。阮的一生拢伫你所经过的路径，一由得地，特别伫2020年这个时阵，阮体会到上帝你对年轻甲人才，祝福阮，互阮会当勇将脚踩伫你的面前。若毋是你的恩典，阮袂通伫这个所在。因为你家己请做人的样相，来到这个世间，阮庆祝你的降生。总是阮也知，你的降生是要迈向死亡，为着阮的罪伫十架顶的付出。互阮因为安尼，阁有国外的性命伫阮的身上，就阮有抽血力，搁一摆来享受主你伫内底的平安。因为你甲阮因为安尼。搁好，感谢主你，主阮看见你的教会得到你的赏赐，特别伫这个中间，你互阮会当去做，会当告买阮隔壁这个新的所在，要成做福音的出口。这个过程，你亲自引带，对过去伫阮的土地，透过朋友的奉献。甲经历助力怎样，互阮会当承接政府的计划，而且制造济将即个土地会当形成。上是你阁互阮伫适当的时阵，将即个土地有好的买卖，成做阮各位隔壁即个所在的需要，阮献出感谢。因为恁互阮教有存，祝你即个是你互你的教会，便伫即个所在，搁一摆来高举你的名，福音的出口，求你亲自来运用即个所在，让阮拢会通同心合意，伫你的所拣选的牧者团队，甲所有同工兄弟姊妹三共同看，你的国度伫同即个所在。都求你特别伫世代年轻的世代中间，借着迄个所在，检在当互济少年人因为安尼来进入教会，互因的生命得到更新，互你的教会得到新的规律，都求你保守即个时间。啊，阮一摆伫你面前，要来献上感谢，求你祝福。伫新的一年中间，互阮真正会当活出主的关系，求你亲自教阮三特别。阮来祈祷，拢从托主耶稣基督来求。阿门。这是咱要来考验经文的20。就是诗篇第90篇，经文第20，诗篇90篇，咱三个来考验。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对甲世界了会造成。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本，就归归原本。由你来看，一个人亲像过去的头日，这像伊的一支，一声，你要大岁甲人相差。人生亲像一场面目，这像草早起时富裕，早起时发起来无声。我因为你的生气消灭，你将阮的罪排列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生气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
阮得着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得飞，一万里路就袂去。啥人感受袂得着你受气的为难？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由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伫啥物时才会改变心意？由你天地的话语，由你斗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有哪哩济艰苦灾难？包括阮一生享受遐多欢喜快乐。由你互你的仆人看到你的作为。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阮，就提声，求求你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的一切健康。做这个请良兄来用伊的口音互了上帝，时刻我敬仰主。
使徒行传第25章第1节到12节的所在，咱三个来看，用无共款的版本，咱做伙来看。为使徒就任3日后，对该撒利亚上起耶路撒冷。这市长甲犹太人的领袖对伊控告保罗，因请求非斯都拜托伊将保罗送去耶路撒冷，因假无伫路中埋伏要甲伊杀死。非斯都应讲，保罗返去该撒利亚，我家己嘛连边要转去遐，所以恁中间最头的人，通甲我做伙去该撒利亚。这个人若有做啥物毋对，因恁通伫遐甲伊告。非斯都伫遐正带10日，就倒去该撒利亚。隔日，伊开天命的人带保罗来。保罗一来出殿，对耶路撒冷倒来遮的犹太人，我来徛伫伊的周围，用真济严重的罪名甲伊控告，毋过提袂出证据。保罗为着家己辩护讲，我对犹太人的律法，也是圣经，也是罗马皇帝，拢袂捌做啥物毋对的代志。第9节，毋过非斯都为着要互犹太人欢喜，就问保罗：你愿意上耶路撒冷，伫遐为着这个告诉接受我的审判无？保罗讲：我现在徛伫皇帝的法庭，当然着遐受审判。你明明知，我并无得罪犹太人，我若有做毋对，犯着该死的罪，就着死。我嘛绝对袂逃避。毋过因的控告若无事实，无人会甲我交互因。我要对皇帝上诉。非斯都甲顾问参详了后，应讲：既然你已经对皇帝上诉，就去皇帝遐。以上就是要请本堂牧师来讲道。伊的讲道的题目是心意更新。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你创造阮，将你的心意来放伫阮的心内。总是有当时，阮常常受到世上侪侪的遮个事物来引诱，伫遮来影响。愿主你搁一遍透过你话帮助，将阮带转来到伫你面前，注视看阮的主耶稣。由你的圣神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才有你去行，互阮会通伫面对新的一年，经历你的稳定甲你同在。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让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是2020年上尾一个主日，会使讲今年是全世界真艰苦，也是惊吓的一年。特别今仔日吼，咱若看新闻就知影讲，对英国有一台飞机差不多120个要倒转来伫台湾，这检采大部分拢是台湾人吼，要倒转来到遮吼，咱感谢上帝吼，台湾抑搁伫目前来讲。是真比世界其他国家较安全吼。不过因为一个技术吼，即个纽西兰的技术造成咱可能面对有即个社区一个防疫的困难的即款的困境吼。总是咱感谢上帝，互咱犹原通伫遮做伙来学乐敬拜。咱求上帝吼，伫新的一年吼，咱会通伫即个。咱家己信仰甲祈祷的中间，伫遮来安怎改变咱的心思意念。最近咱知影讲，全台湾吼，即个猪仔吼，弄甲真真不安啦吼。最近有一个医师叫做威瑟医师，即精神科医师，伊提出真侪遮的言论，嘛造成有真侪遮的惊吓吼，就是讲即个。来自吼，即个猪啊，有即个来去巴肚胺安怎会影响真侪咱的健康等等。
所以伫即个政治上就叫做查水表吼，即款的风波。立委蒋万安就咧即阵即个陈时中部长讲，即个是毋是你伫遮来甲提决定来甲告伊？因为伊违反即食安法食安法，所以伫遮来提出即个告诉陈时中就小可顿底坐讲对啦，是我安尼啦拄仔开始无讲伊就讲卫福部卫福部安尼不过伫遮就是主要要伫遮来提起讲，伊所发表的言论是有造成搁较侪的影响啦即立委就搁甲接受讲，是安怎大细目啦你前行政院的即个发言人丁仪明伊甲人诬赖讲你牛肉店是用来牛有迄个莱克巴多安尼，是安你无甲提过，你要办即个安尼所以伫迄个对话过程中间，咱看讲有迄款的控告伫遮如果若即个苏医师伊愿意伫遮来澄清，你要伫遮来提告诉无当然主要的目的是当要莫引起即个咱全国的百姓的惊吓，所以伊若愿意讲伫遐来澄清，当然会使伫遐来提告消即个告诉安尼所以伫遮咱看今仔日伫即个圣经世界嘛是有伫遮咱看讲保罗面对犹太宗教领袖对伊的控告我对耶路撒冷一直来到伫该撒利亚，过来咱看伊要控告到伫迄个罗马。本来保罗伊心内有想讲这到即个时阵出版死啦伊有迄个死的念头。总是即马无共款啦因为圣神有捌甲讲啥，你袂死伫遮啦，你抑阁会去罗马，所以伊有对圣神来即款的一个念头了后，伊会通坚持伊的信仰的立场，然后心意更新来变化，所以开始伫迄个法庭上为着真理伫遮来对话，伫遮来为着家己来辩护来上诉。然后咱看讲伊的改变是安怎会通改变？因为圣神的感动伊，互伊会通伫遐开始改变本来死的念头、想死的念头，伊会通开始伫遐，我阁毋茫，我要阁来罗马要伫遮由伊伫遮的使命伫咧到底伫即个过程中间要提告，还是要告到底？遮个宗教的领袖，咱看对头到尾，心意拢无改变心意拢无改变你也看伫即个过程中间，伊伫非士都的头前佫讲伊若伫半路，阮着要安怎甲解决单调安尼好大胆所以伫遮咱看讲，这宗教领袖到底因的心是去暗藏掉的今仔咱透过即段圣经，咱要做伙来伫遮来思考啥物是真理？因为伫辩护的过程中间保罗伊安怎为着真理？伫过去彼列岛伫审判耶稣时，耶稣安怎伫遮来回应？第二，咱看讲保罗伊的心伫遮安怎来改变，甲你我有啥物款的关系？今仔日咱来到遮，咱咧追找啥物？真理是毋是咱互咱会当生命得到改变？咱做伙伫遮来看，到底真理的意义是啥物即部电影其实伫法庭顶面讲的话真要紧，是毋是讲着真理即片早期的电影，毋知有偌济人捌看过，真济啦好，表示讲咱有一点年纪恁知影即部电影当时伫遐放映267年前1953啦1953年有这罗马假期女主角啥物人？奥黛丽·赫本奥黛丽·赫本这美女佫演真侪真有名的电影嘛得到奥斯卡奖过总是伫即个电影内底，我要讲伫即个电影内底有一个石头即
即个石头叫做真理的喙吼，真理的喙，意思就是讲，如果你讲的话若是真实，那安尼你手甲揪入迄孔迄个喙孔吼，安尼你的手佫会当揪出来，你的手袂去互食掉呀。伫迄个传说中间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后来就有真侪遮个男女朋友吼，遮个情侣着安怎好啊？总爱问一个问题，讲啊，你有爱我无？你爱我吗？对无？吼，总爱问的吼。啊，好啦，啊无你若真正爱我吼，来啊无你手甲揪入。啊，若看到查甫啊是查某吼，安尼皮皮刷吼，流凊汗时，你就知影讲伊讲的是假安尼吼，惊吼揪袂出来安尼吼。所以其实伫这咱讲真理啊，到底啥物是真理？即部电影伫遮应用即个伫遮咧讲，啥物是真理？咱来看彼得多伊咧审判耶稣的时阵，伫约翰福音18章的37节，伊问耶稣一个问题，讲：你敢是迄个王？耶稣讲：我就是迄个王。我出世是为着真理来做干净，为真理做见证啦。所以这个彼得多伊问一个问题，讲啥物是真理？啥物是真理？如果伊若有听过耶稣咧讲，伫约翰福音14章的第6节，耶稣有捌讲啥？我就是真理、活命，甲迄条路，对无？若无人请着我，无人会通去爬迄个所在。所以伫遮，因问耶稣讲：啥物是真理？你讲的真理是啥物？伊还袂听耶稣回答吼，伊就挖出去外口的，甲遐个犹太人讲啥？啊，我就查无伊的罪，即个人无罪啊。但是为虾物耶稣无罪？最后佫互伊钉伫十字架顶，因为遮个人讲话较大声。检查耶稣讲真理，耶稣讲我是真理，但是因听遮犹太人讲钉伊伫十字架，钉伊伫十字架。这伫今仔日世代，咱看啥物人大声就赢是无？网络的声音嘛愈来愈大，可能本来是真理，会受着啥？有受着影响，受着压迫。所以咱看见即摆网络的即个霸凌哦，足严重，对无？你若小可无注意的时阵，一个网络的声音就可能互人会通。互人伫遐可能伊怎啊惊甲怎自杀？有真侪是毋是安尼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真理是啥物？耶稣讲我是路，是真理，是活命。所以伫遮彼得多因为遮群众的声音，伊忽略了真理。第二，咱看非斯都的进程是菲利斯。即个前总督，因为伊治理了无好，去互人抬头安尼啦吼，所以无落入即摆换一个新任的非斯都来，所以伫遮要处理继续处理耶稣的代志吼，处理即个保罗的代志。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看遮犹太领袖因对耶路撒冷告到伫该撒利亚，因本来想空想法讲，伊是毋是会当甲伊刷去即个耶路撒冷伫遐来审判，好互阮伫路中伫遐甲杀死安尼吼。所以会当看伊讲，非斯都伊上任3工，伊就赶紧去耶路撒冷要创啥？就是要甲遮个宗教领袖吼，因为因嘛有迄款的民意、迄款的权柄伫咧，所以为着安尼要伫遐互因欢喜啦。拄仔圣经咱做诶袂记中嘛有读着讲，非斯都为着安怎要互犹太人欢喜，本来伊有一寡原则，但是后来因问保罗讲，啊无咱来耶路撒冷，将迄个法庭甲搬来遐好毋好？后来咱知影讲保罗讲啥？毋通吼，因为上帝甲伊三甲伫咧，互伊有智慧安怎伫遮来解决吼。本来是一个即个法庭主持公义，但是伊为着要伊的任期，为着伊的统治会通较好势，所以伊安怎有一寡遮的妥协。所以咱看见伊要为着互犹太人欢喜，伊来做一寡遮的改变，伊失去伊的坚持啦。第三，咱看讲遮的祭司头甲犹太人的首领等等吼。
因不管你有证据啊，无证据，反正就是要互死就要互死吼。所以咱看讲，伫即个对话过程中间，非士多也阁有一寡惊吓讲啥？保罗因为伊是罗马公民的身份，对不对？所以伫遮伊讲好，我要摕上诉，我要上诉到底，上诉到即个该撒吼，就是罗马皇帝的面头前吼。其实该撒利亚前年吼，有缀牧师去以色列头一站，就是来到伫即个该撒利亚伫个所在，伫遐住一暝，透早吼，伫遐开始对该撒利亚迄个开始吼。该撒利亚嘛是保罗坐船吼，伫遮真要紧吼，会当到伫欧洲的一个真要紧的点吼，嘛是迄个希律王，伊将伊的税收伫遮遮钱遮税，然后伫迄中间有起一个所在，然后用伫遐徛伫遐，然后等待差不多的时阵坐船送到伫罗马伫遐来进贡来吼。所以该撒利亚其实是一个真要紧的所在吼。你若伫遐嘛有发现着比列岛伊的一个石碑即个石碑。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遮个祭司头宗教的领袖，因不管迄个信仰立场因就是安怎心内要互保罗伫遐死吼。咱来看伫讲，另外保罗伊受控过中间，众人为伊安尼看一白戏安尼。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讲保罗伊勇敢吼，因为伊经历太济，伊也知讲主的神甲伊三甲同在，所以伫遮勇敢，伊伫遮来为着家己来辩护。伊讲，遮犹太人，遮宗教的领袖，要用遮伫律法的内底，要来甲控告，这是唯一的死刑，就是过去伊有带遮个外邦人，伊有带遮个无受割礼人进入到伫圣殿，这是对因来讲，法律是唯一的死刑。牧师讲道有讲过，毋知你佫会记入袂？第二就是讲，伊要用即个法律上的遮个律法讲你保罗伫煽动遮个群众，就是要违背罗马，要叛国。所以吼就爱甲互伊死安尼。所以你也看，每一招拢是要互保罗安怎死。无法度死的时阵，就是讲伫迄个解散的过程中间，无论是进前迄个前总，伊咧伫遐运送的过程中间，你也看佫派遮个兵会记咧伊的卫星听到因的阴谋啦吼，所以伫遮就安怎赶紧去通知了就派啥？遮个骑马兵，然后有遮个兵严请去保护伊，关难过，关过。上帝安怎伫遮个保看顾，来到伫即个该撒利亚的法庭，佮要上诉到伫即个罗马的法庭安尼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保罗只有用即句话伫遮就咧讲起咱过去伫讲道内底咧听过讲，对遮个外邦人甲带入去圣殿。然后要用遮个律法伫遮来审判伊，互伊无性命。面对即款的，伊伫信仰、伫法庭伫遮个上诉顶面，佮两任的遮个总督，拢是较要互遮犹太人欢喜。那安尼，伊应该是较弱势啊。总之，咱看去上帝使用前总、八总，上帝使用遮个其他的资源伫遮为着保罗伫遮来辩护。互伊会通勇敢壮胆，继续伫遐改变，对死会较规矩到底。好，我要上诉到底，要到底该撒即个皇帝面头前，一定要害我家己的清白。所以伫迄心意更新变化的时阵，对迄个真绝望，对迄个真无想要活落，为着福音要来准备来死啊，总是伊受着圣神的激励，佮爬起来，然后上诉到底，伫遮为着家己，伫遮来改变即个想法念头。其实早的改变念头，就是伫保罗伊要去伊迄阵扫罗要去大马色的路站，咱知影讲伊伫迄个过程中间要去掠，要去迫害遮个基督徒，然后伫迄个大马色路站，耶稣会转来卷召，所以伫遐倒伫即个涂骹，然后伫遐问讲。你是啥物人？会记得袂？如果咱是基督徒，即段圣经咱是真熟啦吼。
耶稣甲伊讲，我就是你所撇下的迄位耶稣。然后伊讲一句，安尼主我要安怎做？耶稣透过伊的感动引出，互人来带伊，伊因为迄阵痴迷，都为着伊来祈祷。有人咱看见即款的歹人，甲救要创啥？总是安那哩伊受着圣神的感动，你去甲引出。所以顺服伫圣神的引出带领，咱看见即个要掠基督徒的，要迫害基督徒，却为着真理受着迫害。有遐尼大的改变，因为圣神伫遐来感动。本来要掠人，即马为着福音，互人掠，互人拍，甚至有随便的性命强要无去。心伊的精神变化，一个真要紧的原因，就是伊拄着即位主，伊讲主啊，你是啥物人？当主甲伊讲我是啥物人时，互伊认捌着即位主是迄位对死人中高我，互无变做有的主。所以伫遮咱看讲，啥物人是我的主？对非士多，对非利士，因来讲，遮个犹太人、遮个群众、遮个讲大声的人，可能是伊的主。我若好啊亲像即个政府讲，啥物人是主？人民安怎？人民做主嘛，对。讲有当时讲啊粗了，人民做主，人民若讲大声起来时阵，好，恁讲是对安尼。对保罗来讲，耶稣是伊的主。检在伊拄着遮困境的时阵，伊有愿勇敢徛伫法庭，为着伊的信仰来辩护。有当时咱面对着咱的家族的一寡威胁，也是讲一寡遮个困窘的时阵，你敢伫迄个正人面头前讲耶稣，我认耶稣做主，也是你屈服伫迄款的家族的威胁中间，安尼我认可我先卖信主安尼。有侪遮个过去遮个初代信徒，因面对早期愈侪的遮个迫害时，因勇敢徛在咧。所以伫遮咱看讲，对非士多来讲，遮个群众、遮犹太的宗教领袖，为虾米伊爱去耶路撒冷伫遐？可能就是有一款遮个好的关系啦。但是伫遮咱讲，真理就是真理，耶稣基督讲我就是真理。所以保罗伊坚持伊个信仰的顶面。当因也是遮个祭司头彼得多，也是遮个非士多，因咧讲的。因拢感觉因是真理，但是咱看彼得倒到尾啊，伊知影耶稣无罪，非士多嘛知影这保罗无罪，但是为虾米到尾啊嘛是爱伫遐甲画板伫遐甲办理，因为失去迄款的真理的立场。今仔日咱要安怎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保罗伊有愿通伫遮改变的心思意念。伊顺服伫即个官兵，总是伊运用伊家己的一个资源，甲伊的即个权利，伊伫遐讲，那安尼我要上诉，我要上诉到伫罗马。你知影伊受关的2年的中间，伊写真侪遮个監獄的批信，包括咱看以弗所，包括其他的遮个书信。上帝互伊伫迄个困境中间，伊有会当写出感动，写出遮个批信。今仔日咱咧读遮个圣经时，利益伫咱，伊毋是伫迄个真舒爽，伫迄个真舒适的即款的环境伫遐咧写，伊是伫迄个真艰苦中间游玩，受着圣神的感动。今仔遮所写出来遮批示，对你我拢会当激励伫家庭，对，你若伫迄个属灵征战，你去读以弗所第6章，对无？要安怎穿你的全副正甲，安尼你毋免惊着枪，惊着线。你即摆咱看上帝使用这保罗，互伊心意改变了后，伫迄大马色的迄款的路站的经历了后，伊开始伫遐勇敢。然后到死的时阵，伊犹原伊伫遐坚持伊的信仰。伊伫遐宣告讲，迄个征战好的征战，迄个真理已经守牢，真跑走的道路，伊有伊存毋忘的心讲。对答了后有公义的勉励，为着我安怎伫遮来留地。所以，甲面对死的结局的时阵，伊犹原讲啥？伊无惊呀，伊看到的是迄个永远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伊开始心意经已改变。我相信伊也为着遮个在上掌权的伫遮来祈祷。今仔咱要安怎改变咱的思想？今仔有当时真侪咱的时阵会骂政府，可能甲你的政治立场无共。
但是你愈骂的时阵安怎？无论对党，你愈骂时伊愈歹。所以咱要改变哦，为着伊祝福。因为迄个背后，互伊歹的，毋是伊本人，是迄个乌暗的关系。所以咱要祈祷，为着习近平来祈祷，为着即个执政掌权的也是知影来祈祷，互因带头安怎？互因知影讲上帝有伊的计划甲业力。所以奉主的名捆绑伫背后。遐个歹关系，咧影响伊做遮个歹个一个政策，派遮个军机逐工来咧甲咱威胁，来咧甲咱恐吓。所以咱为着讲捆绑遮个背后遮个黑暗的关系离开，遮想要侵略人，遮个关系离开，祝福伊，互伊亲像保罗本来要掠人个，变安怎？为着信仰伫遮来付出代价啊！咱即摆咱为着咱的政权来祈祷，不管对一党来执政吼，咱为着祈祷捆绑遐无属上帝遮个意念离开，互因所做出来的决策是安怎？是利益伫百姓，利益伫咱所徛起即块土地。那安尼，咱的日子当会较好过啦。所以改变咱的心思意念，本来可能咱一看电视，开始批评，开始骂，骂了安怎？生气，心脏也无啥好咧。所以心脏较歹人拢较会较会生气，心脏就较会安怎颠大。所以求出来帮助咱真正开始改变咱的想法、做法的时阵，你着看见无共款。今仔咱会通伫遮做伙来学乐敬拜，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咱搁较会珍惜啊。所以为着即块土地来祝福来祈祷的时阵吼。我邀请咱伫拜时暗时做伙来看恁祷告会。外口可能较寒，来遮吼较温暖吼。所以伫遮吼，咱恳求上帝，过去即年吼，咱真正真辛苦吼，真惊吓，总是上帝犹原恩待咱。咱改变一个心思意念，互咱会通行出一条搁新搁活的路。伫过去一礼拜。咱教会伫青埔的成功影城伫遐，对宜阳牧区一直到热年，一直到德福社区，我看有真侪遮个社区的朋友哦，爽大的，拢亲自伫遮参与，伫遮报佳音，有真侪人因有回应，其中有一天我拄着一个青年人，因着将即个 case 交互我安尼吼，我住伫个边啊。我就来问吼，你贵是安怎吼？咱的姊妹讲，牧师伊拄着一寡遮个问题啦吼，我来甲伊讲吼，伊就甲我分享讲，检查有一寡遮个无好的念头吼，然后影响伊有当时死会较快活，因为即个声音讲，你无迄个价值，你无迄个存在吼，即个一种价值性安尼吼。伊讲，阮爸母其实是基督徒啦。我讲你咧，伊讲我还要搁咧选择，到底是要选择啥物款的信仰？所以伫遮我来邀请伫边仔坐落来吼，你就知影牧师就开始讲苏文天搁来咧，神奇落伊头安尼吼，伊就看我隔壁搁坐一个迄个姊妹咧啦，伊嘛是伫遐，成年人嘛是做爱做迄个手作的吼。所以毋是干那囡仔爱吼，所以两个拢做伙咧听吼，所以我一个讲互两个听吼，然后苏新一个伫遐吼，嘛是斗阵伫遐咧分享。我看见当牧师带伊做决志祈祷的时阵吼，伊的表情开始改变吼，伊要离开的时阵，带有真期待甲毋茫。我讲你爱找耶稣，耶稣才会帮助你。除去遐可能一寡声音，甲你讲你无路用，你死会较快活。总是我带伊邀请耶稣讲，耶稣，你诚做我灵的主，因为过去接触的遮个无好的声灵，就会互遐无好的想法念头情感进入到伊的内底。所以牧师拢会常常带决志祈祷，咱搁来念一遍好无？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如果你若要带人做决志，这足要紧吼，因为伊所接触的若是邪灵，伊所接触的遮个思想情感就会负面
就会无好。所以头一个，我请伊对我来念讲，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就是甲即个圣神、甲上帝神连结。安尼你接受的就是啥？伫上帝无保证的事，对无？伫上帝有丰丰富富，上帝看你是做啥？宝贝嘛，毋是看你做无路用的啊。所以人会看伊做无路用，所以伊拄着真侪挫折。所以伫遮咱第二讲，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思想的主来。兄弟姊妹，这拢连带关系吼，咱若接触的，你若看网络接触无好的，一寡遮的想法就一直入来，对无？好的想法就会影响你。然后主耶稣的神甲咱三个同在神，伊就将迄款的丰丰富富、迄款恩典、迄款的慈悲、怜悯等等遮的想法，就转移到伫咱的内底。即个想法会影响咱的啥？咱的态度、咱的情感啊。所以第三句讲，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感情的主来。因为伊内底有真侪遮惊吓，内底有一只无想要活。所以伫遮咱看讲，迄个负面的思想就影响伊安怎惊吓、不安、无捌。所以当你出来安尼做祈祷时，伊的想法开始就改变，伊接受着是讲正面的，毋是负面的，毋是拢无可能，是上帝伫你无保证的事。最后，咱看会影响着伊的决定。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意志的主来。迄个决定是要生也要死，是要破坏家己残害家己，讲自残，也是你会通保守即个我也是上帝耶稣重价买赎的，我是耶稣重价所安怎救赎的付上代价，那安尼我搁较爱保守我的身躯嘛。所以迄个决定好歹就会影响。最后一个讲，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身体主。兄弟姊妹，咱知影咱的喙是有权柄吼。当你安尼宣告，你若有机会带人安做一个决志的祈祷，你知影会影响伊的一生。本来忧头甲面无想要活落去，总是因为你分享即个福气，因为你带伊做一个真要紧。我讲，我带你甲上帝安怎来啦？所以我伫倒府我嘛甲伊讲，免我祈祷，会记要3句话，心思啥人知？讲互天父上帝知，靠耶稣的名，阿门。安尼有简单无？心思伊家己会当讲。所以兄弟姊妹，你若透过安尼分享，其实你的性命愈来愈丰富。所以当你安尼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有的人毋敢答嘴，总是我看即边真侪遮个童工，一直做志工，遐个囡仔、遐个大人，我介绍真侪遮个接触，因拢真欢喜。顶礼拜嘛有一对某囝带来教会啦。所以咱有看见，当你愿意踏出一步，迄个心意更新变化，你愿意互主的心意进到你的内面，互迄个惊吓讲，我惊，我讲惊袂定定啦。当你若勇敢讲主啊，我无法度，总是靠你加添互我开啦，我愿意试看卖。所以我即回看真侪咱同工遮个志工，遮个社区的朋友，因欢喜伫遮来分享。后礼拜咱嘛有一位倒府的即个姊妹要洗礼，就是因为有人伫遮来传因听见，伫遮来引带因入来教会，然后因家己找到真理，因认捌耶稣就是迄个永活的救恩的源头。咱搁即边咱做伙来起立吼，做伙起立，用首诗歌来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咱所信的是真理是永活，然后咱愿意更新来改变，透过即段即首的诗歌更新我的生命。主啊，互我搁较亲像你，互我愿意伫遮，互你来引带，互你来改变。
手里，对倒过来，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你，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主你这回山路，我心乎你，我罪呀错我，是我的荣耀，更新我心。亲像你，更新我生命，予我亲像你。咱做来祈祷，刚才过去有咱做这想法，咱的意念，咱家己做主。伫过去一年，敢知因为你即款的决定，你想要家己做主，真辛苦。伫你家庭，伫你工作，伫你甲人中间的相处，拄着一寡遮困境嘛。主耶稣讲来，你有劳苦重担，你来改变一下你的想法，你的心意。邀请我成做你灵的主，邀请我成做你思想的主，邀请我成做你感情的主，邀请我成做你做决定的意志的主，邀请我伫你面对着遮病痛艰苦的身躯，我要成做你的主。兄弟姊妹，咱恳求主耶稣，伫这圣诞节期的中间，咱搁一要邀请伊，因为伊是以马内利，是甲咱三角同在的主，将你的忧伤、将你的重担交托伫伊。过去一年减载过真辛苦，交托互主，面对着新的一年。恳求伊进入到咱的灵内底，咱的魂的内底，咱的身躯，互伊来引带，互伊来保护。主耶稣，阮需要你，阮需要你丰富的生命，阮需要你正确的决定，阮需要你迄个毋忘。迄个喜乐平安的意念进入到伫阮的思想内底，阮需要你的同在。愿主你帮助阮除去一切无属上帝思想、情感甲意志，互阮的心会通搁较亲像主你。伫新的一年，阮期待阮搁较热心来群对你，阮搁较伫主你的话伫遮来抽出时间来读主你的话，互你的话丰丰富富应允伫阮的心内底。互阮会通成做你是阮即个世间人的一个管道出口，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这请坐。就是咱要来奉献哦，就是咱多多感恩的表现，是咱甘心乐意。啊，如果你无愿意奉献你，请你用祈祷来向我表你。
慈爱来款式来款待阮，感谢主你，就透过主耶稣的降生来将做阮全人类的救恩，互阮的性命有永望有平安，也感谢主你，互阮的性命会当诚做众人的帮赞甲祝福。阮即时奉献金钱、时间甲财源，做主圣工路用，求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从这是要请牧师来报告。报告在先，咱先来欢迎头一位，伫咱中间做来敬拜的兄弟吼。头一位是听敬台的姊妹，来伫后壁咱甲欢迎。谢谢上帝说，第二位是蔡素玲姊妹，第三位是杨良竹姊妹吼，在伫倒位？张念慈姐妹先离开吼，好。后来其他毋知佫有新来佫甲你介绍着无？那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吼。咱伫正月初二吼，明年2021年的正月初二6点8调开小会。遮个国防部长牧区的主席的长老请咱伫5点先到501的会议室来审核2021年的预算。咱伫后主日正月初3要举行明年度第一次的圣礼典然后要有报名洗礼，请伫拜六暗时1月初2暗时8点到501的会议室伫遐来问道理。咱欢迎李宗儒执事人兄弟，伊对正月初开始担任咱本会主任干事啦，欢迎伊加入咱服侍行列参与伫后壁啦咱家拍鼓鼓励伫这中间嘛会担任伫这关怀到做这管理教会协助牧师伫这来管理教会这职责。咱也感谢过去文成长老其实伊付出真济，有当半暝对我出去伫这服侍真辛苦上帝甲纪念所咱拍鼓甲文成长老祝福。伊嘛退而不休啦，继续会协助安尼啦咱明年即个祈祷拜三祈祷会要使用其中一本册即少年神的名就认捌上帝的名。你对安尼你愈认捌伊，你知影安怎伫遐祈祷甲恳求。所以这咱牧区即牧区有补助，所以外口要有即个介绍一本是150箍咱的小组长来登记对咱对顶礼拜开始下骹就册你会当随交钱就当摕着册咱明年拜三就开始用这本册作为来学习来祈祷。咱今仔日因为咧这半点所以借册暂停，下册无受影响。咱有这医疗咨询的同工已经伫第一场了，有去到林森图书馆下一个。咱总务部已经有分配全教会的大饼扫年终的大饼扫，请咱看11以后各牧区，咱按照咱时间伫遐来做伙来服侍。咱2020年的这年度要结束伫12月31日关校。咱伫即段时间最后遮就是用现金伫遮奉献其实咱的预算嘛是佫有一寡差咱为着遮伫遮来奉献，愿上帝来赐咱加种的就加收啦咱伫拜四有这跨年祷告会
伫咱外口已经有全新的一个打卡墙，咱会当伫遐来拍照，透过你的 FB 也是迄个 IG 会当伫遮来传出去，安尼互人知讲中华路49到9月伫遮吼。咱注意，因为迄天拜四跨年祷告会是10点半开始啦吼，暗时10点半到12点10分。所以咱注意，即个隔壁中华路停车场吼，中华停车场这大概拢差不多到12点吼，所以咱注意咱的车辆吼，时间到赶紧甲开出来安尼吼，请咱注意元旦咱的据点是停一遍吼，停一遍。咱伫新公园城今仔日最后有即个协会游员，阁有伫遐打位吼。即个手作其实我看大人囡仔足爱逐工拢是安怎供不应求，咱拢爱阁预约吼。今仔日嘛剩无几份，所以伫遮吼有举办即你若伫遐翕相摄影的吼，会通伫遮来报名即个摄影的比赛，也有奖品吼。咱伫明年开始拜五暗时7点半到9点有开始即爱心有诶职场讲座，这同时恁若有带囡仔吼，咱同时迄时间有囡仔诶科学诶活动，也是迄个奥福诶即个律动，阁有大旗拢请真好诶老师来吼，这爱报名吼，无报名就无暗顿通食安尼吼，所以请咱注意吼，咱也恭喜介先长诶查某囝吼，即教会内的查某囝，主因吼。搁生一个千金吼，母囝平安啦吼，搁有咱的徐玉祥甲陈伟霆吼，嘛伫12月25吼，是获圣诞宝宝吼，叫做简洁吼，伊哥哥叫做简单吼，感谢主吼，拢真平安安尼吼，愿上帝说，明年车嘛还阁有哦，明年车还阁有吼。几位要生产吼，总感谢主吼，要得到产业，咱甲祝福愈来吼，咱就愈幸福安尼吼。咱来读今仔日金句，读2遍做伙来。为受到甲议会3甲议论了，就应讲，你已经对该撒各负责，就去见该撒。使徒行传25章12节搁一遍。为受到甲议会3甲议论了。就应讲，你已经对该撒各负责，就去见该撒。使徒行传25章12节。就是请咱去个台经做个修法，400通3书，400通3书。主切牵我，主切牵我。奉主的名，找起恁出去，正做上帝的光，互恁所领受的福气也分享互世间人。愿主耶稣基督对上天来的权柄充满恁，互恁伫地面上祈祷困饱的伫天里也袂困饱，伫地面上讨饭的伫天顶也袂讨饭。因为有圣神甲恁三同在，做恁祈祷就大有困难，会通成做上帝的采用，伫即个世代成做属乎管道，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啊，祝咱有新的一年得到上帝所咱彼此来祝福。